好，啊，做嘛个啥嘛？我红啊！哦，全神贯注裁缝每一块布，不需要老花眼镜，照样精准到位。他是谢景来，高龄101岁的国宝级裁缝师，也是这一间客家蓝山专卖店的创办人。快出来了！我春节好嘢嘞，好。谢景来拿起粉笔做记号，动作很利落。这是谢景来的工作，一做就是80个函数。呢，我建议啊，香港做个比做功课样啊，比做工还好。做什么比做功课样啊？这张古董桌是谢景来的舞台，他做出一件件客家蓝衫。蓝衫是客家妇女所穿的传统上衣，在早期开荒垦地的艰困岁月里，稀罕、实用、不易脏的蓝衫就广受客家人的喜爱。一個檔啊，一個檔啊，安尼做。站在谢景來旁邊的是他的媳婦兒鍾鳳嬌，5年前回來接班。鍾鳳嬌也是客家人，半路出家學做藍衫，半年就上手。為什麼？以前人這個拿來做什麼用？當口袋用。回來也剛好有這個機會，機緣就把它傳承下去，對這個文化有好處啦，沒壞處啦。所以我也很認真寫啦。不是大廳這邊大廳。鍾鳳嬌努力學習，想留住這產業，還有那份精神。那個領子就是硬的沒，我們客家人的精神就是說，不怕吃苦，很耐力在做了，反正有什麼事情也不怕苦。從藍色到花色系，藍衫跨越傳統和現代，也牽繫着濃濃的客家情。80寒暑的經驗累積，翁媳兩人的手藝傳承，藍衫的沉靜脫俗，在客家文化的光譜上湛藍耀眼。裁縫間裡遇見了我的感動時刻。